主后2026年7月2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南国犹大的危机。圣经咱来听读梁记下卷16章第19、20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梁记下卷第16章。利玛利的囝以色列王比加第17年，约坦的囝亚斯开始做犹大王。亚斯继位的时20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16年。伊无亲像伊的祖先大卫做上主，伊的上帝看做好的事，颠倒去行以色列遐的王的路，甚至烧伊家己的囝献做祭，而上主伫因面前赶出的列国所做可恶的事。搁伫山头段，逐个山峦仔逐丛青翠的树下面献祭烧香。迄时，叙利亚王利沁甲利玛利的囝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围困亚斯，毋过拍袂赢伊。当时，叙利亚王利沁收回以拉他归属叙利亚，赶以色列人出以拉他，以东人就来以拉他徛起到今仔日。亚斯派使者去见亚述王提吉拉比列色，讲：我是你的仆人，你的囝。叙利亚王甲以色列王攻击我，请来救我脱离因的手。亚斯将上主殿内甲王宫府库所有的金银做礼物送互亚述王。亚述王答应，就去攻打大马士革，攻取这个城，掠遐的居民去建立，搁杀死利沁。亚述王去大马士革，要迎接亚述王提吉拉比列色。伊伫大马士革看到一座坛，亚述王将迄个坛的款式、详细的图样甲做法寄互祭司乌利亚。祭司乌利亚就伫亚述王还未对大马士革转来以前，照亚述王对大马士革寄来的图样起一座坛。王对大马士革倒来，看到坛，惊活去，伫迄顶面献祭。伊献烧仔祭、素祭甲奠酒祭，将平安祭的血丢伫坛顶。伊阁将上主面前的铜坛，就是伫新的坛甲圣殿中间的铜坛，对殿的头前刷去下伫新的坛的北边。亚述王命令祭司乌利亚讲：早迄时的烧仔祭、用时的素祭、王的烧仔祭甲素祭，国内人民的烧仔祭、素祭甲奠酒祭，拢着伫大坛的顶面献。烧仔祭甲其他生礼的血，着朽伫大坛的顶面。当坛我要做求问的路用。祭司乌利亚就照亚述王的命令去做。亚述王拆遐个盆造的斗帮，将盆对遐个盆造刷落来，搁将东海对12只铜牛顶面搬落来，下伫铺石板的地面。伊搁因为亚述王的缘故，将圣殿安息日的走廊甲王专用入来圣殿的外门拢拆掉。亚述其他的所做，拢记载伫犹大列王史。亚述转去伊的列祖遐，安葬伫大卫城。伊的祖先会望伊的囝希西家削弱伊做王。南国犹大的危机。以色列历史对所罗门王以后进入南北分裂的两个国家。
北国以色列包含10个支派，南国犹大包含犹大和便雅悯2个支派。以大卫的后代接续做王为正统。伫历史变化中，犹大国虽然无亲像以色列国改朝换代造成的政治混乱，但是伫宗教上还无法度摆脱迦南宗教的引诱，最终还是步上以色列的后尘，离开对上主的忠诚。北国以色列陷入政治混乱，受到兴起的亚述帝国压迫，连南国犹大也无法度幸免。以色列王米拿现开始向亚述进贡，到比加做王的时，搁较遭受亚述侵略，城镇被占领，人民受掠到亚述。当比加面对亚述的压力的时，以叙利亚形成联盟，企图邀请南国亚述王加入联盟，共同抵抗亚述。亚述王拒绝加入，以述联军就出兵围攻耶路撒冷。当时亚述国势不振，南方的以拉他被以东人收复，搁爱面对以述联军，拉条双头烧，毋知安怎是好。究竟是接受联军的要求，还是靠向亚述，还是还有第三条路通行？当时先知以赛亚提供第三条路，就是信靠上主，爱镇静，毋通失胆惊吓。但是亚述王拒绝，反倒投奔亚述，请求亚述出兵帮忙对抗叙利亚和以色列的联军。亚述王自称是亚述王忠诚的仆人，安尼的臣服已经超越对上主的忠诚。伊还甲圣殿和王宫的金银当作礼物送予亚述王。当亚述王攻占大马士革，亚述前去迎接，伫遐看到一座祭拜亚述神明的祭坛，就仿制一个详细的模型，寄转去耶路撒冷，命令祭司乌利亚教徒造坛，取代原来向上主献祭的铜坛。可见亚述不止伫政治上顺服亚述，伫宗教信仰也受影响，差不多放弃对上主的信靠。台湾现在的处境也类似以色列和犹大的处境，面对强敌压境，爱做甚物选择？除了选择依附强权的保护以外，台湾敢若阁有第三条路通做选择？当然，面对侵略者，咱袂当臣服投降，任其摆布；面对所谓的保护者，咱也袂当完全依赖，失去自我价值甲决心。伫历史的重要时刻，拄咧考验台湾人的信心甲智慧。过去400年的台湾历史中，列强以家己的利益决定台湾人的命运，牺牲台湾的利益。总是台湾人不畏艰难，努力向前。现今伫晶片产业、医疗产业、民主政治、体育竞赛顶面表现出色，可惜咱的身份认同犹原默默无名。台湾人应该选择相信家己，认同台湾，伫普世价值这条路勇敢向前行，互世界看见台湾是一股善的力量，
是国际社会的祝福。历想，台湾人的成就已经成做国际注目的焦点，我安怎珍惜这个成果呢？台湾人的成就已经成做国际注目的焦点，我安怎珍惜这个成果呢？咱来祈祷，慈悲的上帝，感谢你看顾台湾，对过去阿西亚的孤儿，到今仔日备受国际注目，这拢是你的恩典。恳求你，互阮对历史看见，只有信靠你，台湾才有前途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